長江三峽聳立喺中國大地上嘅世界級自然奇觀，見證住中華文明數千年嘅流轉，承載住無數先輩嘅足跡同故事。一趟長江三峽之旅，不單止係視覺嘅盛宴，更係心靈洗禮，一次穿越時空嘅深度探索。節旅悉心挑選長江上嘅頂級豪華郵輪長江探索號，郵輪喺2025年全新升級，重新定義咗內河郵輪嘅奢華標準。想象一下，住喺擁有私人露台嘅全景套房，隨時隨地都可以欣賞到長江兩岸嘅壯麗風光。船上嘅設施融合咗東方美學同現代設計，無論係精緻嘅中西融合料理，定係貼心嘅管家服務，都務求為你帶嚟無與倫比嘅舒適同尊貴體驗。呢度唔單止係交通工具，更係你喺長江上嘅移動5星級酒店。8天嘅旅程將會帶你暢遊重慶、涪陵、中縣、巫山、宜昌、張家界同鳳凰古城。旅程由充滿活力嘅山城重慶開始，先喺長嘉匯觀景台俯瞰渝中半島嘅璀璨夜景，亦會體驗重慶獨有嘅18梯老街風情，同埋聞名中外嘅李子壩輕軌穿流奇觀。郵輪將會穿越舉塘峽、巫峽同西陵峽，親身感受夔門天下紅嘅氣勢，同埋巫山12峰嘅秀麗。沿途仲會安排多個精彩嘅岸上遊覽，例如喺涪陵，你可以選擇參觀神秘嘅816地下核工程，或者係世界唯一嘅水下博物館白鶴梁。喺中縣，你可以欣賞到震撼人心嘅烽煙三國大型實景演出；而喺巫山，你可以選擇漫步神女天路，遠眺神女峰，又或者乘坐觀光船遊覽巫山小三峽及小小三峽，置身於如詩如畫嘅山水之間。呢啲獨特嘅體驗，都係為咗令你更深入了解長江嘅歷史同文化。旅程嘅另一大亮點，就係親身體驗世界上規模最大、技術難度最高嘅三峽大壩星船機。你將會喺郵輪上舒適咁欣賞呢個宏偉嘅工程奇蹟。離船後，我哋會進入另一個仙境張家界，全程安排貴賓通道免排隊，輕鬆乘搭白龍電梯及索道，體驗驚險刺激嘅天門山玻璃棧道，一齊走進阿凡達秘境，感受大自然嘅鬼斧神工。旅程最後漫步千年鳳凰古城，欣賞沱江夜景，享受湘西嘅古樸風情。節旅深明你對高端旅遊嘅追求，所以團費已經包含機場稅、燃油附加費、港口稅以及服務費，令你嘅旅程更有預算，無需擔心額外開支。全程更有專業領隊陪同，岸上同船上嘅一切都為你打點妥當，等你可以真正放鬆身心，盡情享受旅程。長江三峽，一個充滿故事同傳奇嘅地方，等待你親身探索。立即預訂，一齊開展一趟難忘嘅長江文化探索之旅。